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箴言第24章第1節至34節，主題係智慧人比壯士更有力量。箴言書第24章指出，唔好羨慕啲壞人，亦唔好同佢哋一齊同謀共事，因為佢哋只會諗住做壞事，佢哋講出口嘅嘢都係充滿奸詐詭計。另外，得到智慧好似食甜嘅蜜一樣，最後一定有好結果，你嘅盼望都唔會冇咗。義人就算俾人打壓跌倒，都會再企返起身。相反，壞人一旦有難，就再冇機會企返起嚟。唔好因為仇敵跌低咗就開心，好似贏咗咁，因為上主見到會唔中意，仲可能轉頭責備你。亦唔好因為壞人做壞事後好似好好而覺得唔公平，因為佢哋最後都會冇好下場。最後，作者提醒，做判斷要公平，唔好偏心，做人公義又誠實，先會得福。聰明人一見到懶人嘅田地變到雜草叢生，就明白懶惰人到最後一定一無所獲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箴言第24章強調，唔好羨慕啲壞人，亦唔好同佢哋一齊同謀共事。咁你有冇羨慕惡人短暫嘅成功，而忽略佢哋最後嘅結局，以及惡人最終需要付出嘅代價呢？